来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战，陈时中因为免治马桶偷看的风波，引发着争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讲，罪魁祸首就是负责陈时中网络宣传的焦糖哥哥陈嘉行。这个徐卡心搁伫个面册来公布着一份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的通讯录，结果另外搁来发现讲，有几来个政治台的后生查囝，包括法务部的处长、司法院长甲内政部长的后生查囝，拢伫个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嘛来引发着外界的议论。这嘛是互对方真火大哦，来牵制着徐卡心公布人个人的隐私的资料，要求伊马上爱甲面册相片来提掉。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最近选举的形象，和内涵本人侦查甲受过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质疑陈时中的形象变到安尼，是这个人操作的。人民册公布一份陈时中2022市长竞选办公室通讯录，焦糖哥哥陈嘉行负责网络营销的相关工作。徐卡心考试，伊就是互陈时中形象变歹的人。不过相片抛出来，陈时中竞选团队新闻电话全部公开，互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指控已经侵害隐私。好，所以或许就像是他们对待高端疫苗的效益报告以及疫苗采购资料一样，必须要涂黑才算是公开透明，一定要保密30年。各个单位里面对这方面还是要小心啦，哈，像这样子尽是偷窥的公布，哈，我讲也是不好。是卖讲负责形象的工作是啥人咧做？陈时中竞选团队名单内底，各项发现有真侪位政治台，包括法务部处长、司法院长、内政部长的后生查囝。引起外界讨论。靳总基本上就是我们在选举的一个团队，那有人愿意来帮忙，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支持少年仔嘛要支持篮球运动。陈时中本来要和台湾飞人陈信安拍篮球，所以由台北市体育局拒绝。早上告知他有这样的行政中立的要求，那阿中也认为他个人就不进场打球。无法度和陈信安做伙拍篮球，敢会当改换伫咧边仔看。陈时中遗憾嘛笑笑讲不要紧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